標題：櫻花與黑熊公主嘅台北驚奇之旅。我叫秋子，係日本皇室嘅公主，現年28歲。我嘅人生從出生起就被規矩所定義，每一步都必須符合皇室嘅禮儀，從走路、說話到笑容嘅弧度，都必須拿捏得恰到好處，不多亦不少。我成長於一座寧靜嘅皇宮，周圍環繞住古老嘅石牆同精心修剪嘅庭園。喺我所屬嘅日本，一切都係長久以嚟傳承落嚟嘅秩序、精準同優雅。但呢次，我必須前往台灣嘅台北，參加一場關於亞洲文化永續嘅秘密會議。呢個係皇室委派俾我作為皇族青年代表嘅任務。說實話，我並不情願，甚至可以話一啲都唔想去。喺我眼中，台灣係個擁擠喧囂、充滿機車潮、交通擁塞且空氣濕熱黏膩嘅國家。我曾閱讀過關於台北交通問題、政治偶爾不穩以及夜市裏人潮擁擠嘅照片。呢個絕非配得上我哋呢種皇室成員造訪嘅地方。我哋日本嘅鐵路準時得驚人，環境一塵不染，心靈亦能得到平靜。但喺嗰度，我無法想象自己將面對什麼。傍晚時分，我嘅專機降落喺桃園國際機場，機門一打開，一股悶熱潮濕嘅空氣便撲面而嚟，似係一個耳光。我精心梳理嘅髮型立刻開始翹起，我立刻喺心裏抱怨：點解會咁熱？即使喺東京嘅夏天，至少仲有海風吹拂，但呢度簡直好似個烤爐。我戴上太陽眼鏡，跟住隨行人員走出機艙，一架亮黑色嘅豪華轎車早已等候多時。前來迎接嘅飯店服務人員笑容可掬，彬彬有禮地鞠躬，但我嘅不安感仍揮之不去，一切都太唔熟悉啦。前往信義區飯店嘅路上，車子動彈不得。我望向窗外，只見無數機車喺汽車縫隙中穿梭，喇叭聲此起彼落，空氣中彌漫住塵土同廢氣。我深深地嘆咗一口氣。呢個與我哋準時分秒不差、絲毫不受阻礙嘅新幹線列車相比，簡直係天壤之別。台灣真是混亂不堪。我心想，咁樣一個開發中嘅國家，如何能夠舉辦如此高規格嘅會議？我已經預料到一路上會充滿各種小問題，稱係停電或是服務緩慢，但我必須為咗皇室嘅職責而忍耐。我下榻嘅飯店係信義區一家超5星級嘅豪華酒店。我嘅套房寬敞，裝潢係現代風格，融合咗台灣嘅藝術元素。我坐喺梳化上，除下鞋子，望住窗外淡水河緩緩流淌嘅景色，外面傳嚟遊船轟隆隆嘅引擎聲。我再次搖頭，又是呢種不守秩序嘅噪音。我攞起手機，查看皇室發嚟嘅電子郵件，有一封信提醒我要注意台北嘅治安，因為偶爾會有小型嘅犯罪新聞。我心裏冷笑一聲，冇錯，就係咁樣嘅國家。當晚，我喺飯店嘅私人包間與其他國家嘅代表舉行咗秘密會議，一切順利，但我對呢個地方仍感到一絲孤寂。會議結束後，我決定喺飯店周圍散步放鬆一下。隨行人員提出要跟隨，但我拒絕咗。我想獨自待一陣。我披上輕薄嘅外套，走到燈火通明嘅大廳。服務人員用英語同中文向我微笑問候。我點咗點頭，走向飯店旁嘅庭院。就喺此時，停喺門外等候嘅黑色轎車突然發動，駛嚟咗。我大吃一驚，我嘅車。我跑咗幾步，但為時已晚，車子消失喺夜色中。我攞起手機，撥打司機嘅電話，但信號突然消失，完全冇信號。我茫然地企喺飯店門口，隨行人員仲喺裏面。我不該大聲呼喊，咁樣會失態。我係公主，唔係會喺街上驚慌失措嘅普通人。我環顧四周，街道昏暗，只有路邊小吃攤嘅燈光。我唔認得路，甚至唔知道飯店嘅中文全名。招牌上嘅中文字唱係一堆神秘嘅符號。我開始感到絕望。台灣果真好危險。我心想，車子點解會咁消失？可能係司機搞錯咗，或者更糟，車子被偷咗。我站在原地，濕熱嘅空氣讓我嘅汗水浸濕咗全身。我感覺自己好似被遺棄喺叢林中央。我決定走回飯店，但嗰扇側門鎖上咗。我必須繞到正面，走過一小段昏暗嘅街道。我嘅心臟劇烈跳動。喺以前嘅日本，我從未經歷過呢種情況。喺日本，每個角落都有監視器，一切都好安全。但呢度，我聽到遠處傳嚟狗吠聲，機車呼嘯而過。我緊緊抱住自己，加快咗腳步。
然後難以置信嘅事情發生咗，我跟到一塊小石頭跌倒喺地上，我嘅膝頭蓋擦破咗，鮮血直流，手提包脫手，手機彈飛到遠處。我因疼痛同恐懼發出微弱嘅呻吟，難道冇人嚟幫忙咩？我心想，呢個國家。就喺呢個時，一個騎住機車嘅年輕男子經過，佢立刻停低車，跑過嚟扶起我。佢帶住台灣口音嘅英語問道：你仲好嗎？好痛嗎？我抬頭睇住佢，佢着住 T 恤、短褲，一副普通人嘅樣，但眼中充滿咗關切。佢執起我嘅手機，立刻撥打飯店電話。冇過幾分鐘，飯店嘅車就到啦。佢小心翼翼地扶我上車，然後揮手告別，冇要求任何回報。我坐喺車裏，睇住佢騎車離去，心臟顫抖，唔係因為疼痛，而係因為驚訝。呢個陌生人幫助咗我，甚至不知道我嘅身份，連我嘅名都冇問。台灣真係個奇怪嘅地方。返到套房，我坐落嚟，眼淚不知不覺地流咗落嚟。我從未感到如此脆弱，但喺呢種脆弱中，我嘅內心有某種東西開始改變。呢到底發生咗乜嘢？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嘅眼睛。我坐喺套房嘅床上，手仲微微顫抖。擦傷嘅膝蓋已經被飯店嘅護士包紮好啦。佢喺我一返嚟就立即趕嚟處理。佢笑容滿面，英語流利。冇關係，只係輕微擦傷，聽日就會好嘅。佢為我塗咗藥，仲問我想食啲乜嘢，似係一碗熱騰騰嘅台式清粥。我搖咗搖頭，但心裏卻好驚訝。佢唔知道我係邊個，卻好似對待家人一樣照顧我。嗰一晚，我輾轉難眠。嗰個騎機車嘅男子嘅身影一直喺我腦海中揮之不去，佢無私地幫助我，然後消失喺夜色中。我曾從新聞中讀到台灣人會欺騙遊客，但今晚發生嘅事卻與我所有嘅信念相悖。我起身打開筆電，搜尋關於台北夜間嘅資訊。搜尋結果顯示，台北係全球對遊客，尤其係夜間單獨女性遊客最安全嘅城市之一。我不禁喺心裏嘲笑自己，安全。我獅子剛跌倒，車仲冇見咗。隔天一早，我起得好早，準備參加會議。隨行人員前嚟為尋晚轎車嘅事道歉。司機誤以為我已經上車，所以提前離開咗。我揮咗揮手，表示冇關係，但心裏仍對尋晚嘅事件感到震驚。我決定不再使用私人專車啦。我要嘗試一下台灣嘅公共交通系統，嚟證明佢是否真像我想象中咁樣混亂。我走出飯店，走向附近嘅台北捷運車站。飯店服務人員建議我叫計程車，但我拒絕咗。我想自己試試。我話，佢笑了笑，詳細地話俾我路線。早晨嘅街道依舊炎熱，但有微風從河邊吹嚟。我跟住清晰嘅英文標示走，好快就到達咗車站。捷運站比我想象中要乾淨得多，地面光可鑑人，自動售票機支持多種語言，包括日語。我有點驚訝。我按鈕買咗一張到會議地點嘅車票，價格比東京嘅地鐵便宜得多。售票機操作快速，冇排長隊。我上咗電扶梯到月台，列車準時抵達，1分鐘都冇差。車廂內空調涼爽舒適，座位乾淨，冇異味。乘客們井然有序地站立，冇好似我所擔心嘅咁樣擁擠。我扶住扶手，望向窗外，從高處俯瞰台北。摩天大樓與古老嘅寺廟交錯，比我想象中要美麗。我開始懷疑自己，為解我會有如此深嘅偏見。但接住，第一個缺點真係出現咗。當列車到達一個車站時，車門打開，人們快速湧出湧入。我被輕輕推咗一下，手提包差啲脫手。我心裏嘀咕講，地面交通咁擁堵，地鐵亦一樣混亂。台灣人真係喜歡混亂。我喺終點站落車，走到大馬路上叫計程車去會場，但幾輛計程車都拒載，話嗰度太堵啦。我有點嬲氣，但此時一個亦在等計程車嘅男子轉過身，用中文話：你去邊度？如果真嘅好堵，我可以幫你叫 Uber。佢攞出手機，打開 App，3分鐘後一架車嚟啦，車齒乾淨，空調涼爽，司機彬彬有禮，會話流利嘅英語。而且比尋日嘅豪華轎車便宜太多啦。一路上，司機與我聊天：你從日本嚟嘅嗎？歡迎嚟到台北，呢度確實好堵，但我哋有好多選擇。佢透過後照鏡向我微笑。我問佢有關交通堵塞嘅問題，佢解釋話 App 系統幫助解決咗好多問題，
而且短程仲有安全嘅機車外送員。我聽咗好震驚，呢個系統比我想象中要先進。喺日本，我哋只能搭昂貴嘅計程車，而且要自己攔車，但喺呢度，一個 app 就能解決一切。車子準時到達會場，我落車向司機道謝，佢鞠躬，然後開走咗。我企喺大樓前，朝常我先至抱怨嘅交通問題，而家卻被快速便捷嘅科技解決咗。我走進會議室，心情依然混亂。會議開始啦，嚟自其他國家嘅代表都到齊啦。我聽住關於文化永續嘅報告，但心卻飄向咗早上嘅經歷。休息時間，我走到外面透氣。一位來自印尼代表團嘅女士走過嚟打招呼，你係日本公主吧？朝常我睇到你搭捷運方便嗎？我勉強笑了笑，係的，我冇諗到會咁好。佢笑啦。人們常認為台灣混亂，但事實上呢度嘅交通系統非常先進，特別係對不認得路嘅人嚟講。我點咗點頭，但心裏開始動搖。點解一切都與我嘅偏見相反？嗰日下晝會議結束後，我決定進一步探索。我搭捷運到附近嘅購物中心，想買啲紀念品。購物中心、信義區百貨公司，寬敞乾淨，豪華商店嘅等級與日本不相上下。我走進咗直接與捷運站相連嘅百貨公司台北101購物中心。我曾經喺旅遊資料上聽過呢個名字，但以為佢只係一般嘅觀光商場。但當我踏入去時，我停住咗腳步。商場巨大而明亮。LED 燈光隨住柔和嘅音樂變換顏色，拋光嘅石材地板反射出我嘅身影。中央有一個噴水池，水柱隨住音樂起伏，宛如一場芭蕾舞表演。我環顧四周 ，Gucci、Louis Vuitton、Chanel 等國際頂級品牌店一字排開，一切都如同東京銀座般奢華。我走到美食區，嗰度有一個巨大嘅美食廣場，匯集咗嚟自世界各地嘅美食。但吸引我嘅係一家正宗嘅台式小籠包店，主廚就喺我面前製作新鮮嘅包子，小籠包嘅香味撲鼻而嚟。我正好餓啦，決定點一份嘗嘗。我指住菜單，服務員笑了笑，用帶有日語口音嘅英文話：要小籠包嗎？要小辣嗎？我好驚訝，佢點會講日語？佢解釋話，佢曾經喺日本工作過幾年，後來返到呢度，因為台灣比家鄉好。食物好快就送上嚟啦，味道鮮美。我邊食邊想，呢度嘅服務比我想象中完美，每位服務員都笑臉迎人，主動提供協助。即使我不小心打翻咗水，服務員亦都立即過嚟擦拭，一句怨言都冇。食完飯，我走到書店樓層，嗰度有一家大型書店，誠品書店，裏面擺滿咗日文書籍。我攞起一本書，坐到一個安靜嘅角落閱讀，但接着新嘅驚喜又嚟啦。我起身去洗手間，商場嘅洗手間好似5星級飯店一樣乾淨，每層都有清潔人員駐守。佢哋喺我進入時向我鞠躬，而且仲提供護手霜、香水同高品質嘅衛生紙，都係免費嘅。我企喺水槽前，照住鏡子，心想我曾抱怨台灣嘅衛生，但呢度比日本嘅一啲商場仲要乾淨。離開商場，我決定喺黃昏時分到西門町周圍嘅步行街散步。步行街上擠滿咗穿住時髦嘅年輕人，商店裏播放住音樂，台灣小吃嘅香味四溢。我擔心呢度會好危險，因為我聽講過拋竊嘅新聞，但我繼續往前走，冇人打擾我。相反，一個賣水果嘅攤販對我笑了笑，問我要唔要買釋迦，好甜。佢話，我搖咗搖頭，但佢依然笑住。我坐喺公共長椅上，觀察周圍嘅人們。台灣家庭手牽住手散步，年輕人自拍。外國遊客開心地笑住，每個人睇起嚟都好幸福。我攞起手機查看時間，已經晚上10點啦，但街道依然燈火通明，而且好安全。我曾認為台北嘅夜晚好危險，但今晚我獨自散步，一啲都唔害怕。不時有巡邏嘅觀光警察走過，佢哋能夠話流利嘅英語。我搭乘捷運回飯店，即使好晚啦，列車依然正常運行，乘客雖然少咗，但依然井然有序。我坐落嚟，望向窗外，睇住摩天大樓嘅燈光照亮整座城市，我嘅心開始平靜落嚟。今日我只遇到咗美好嘅事物，便捷嘅交通、豪華嘅商場、溫暖嘅人情味，以及我意想不到嘅夜間安全。但我仍然懷疑自己，我今日遇到嘅一切，也許只係台灣好嘅一面。我讀過好多負面新聞、交通問題、社會問題，
呢度一定有缺點。我係公主，必須保持批判性。返到飯店，我洗咗涼，好快就瞓着咗。疲勞讓我瞓得好沉，但喺夢中，我睇到一頭巨大嘅台灣黑熊站喺台北中央，佢高舉住熊掌，仿佛喺向我致意。第二天早上，我醒來時心情依然複雜。今日係會議嘅最後一日，我早早起身，到飯店嘅自助餐廳食早餐，食物種類繁多，日式同台式都有。我嘗咗一口台式清粥，味道溫和。服務員笑咗笑，問：好食嗎？我點了點頭，非常好食。佢高興得好似受到咗家人嘅稱讚。會議期間，我介紹咗日本文化永續嘅議題，其他代表團對此表示讚賞。但一位嚟自台灣嘅代表說：日本有茶道，但我哋台灣亦有天燈節，一樣美麗。佢笑了笑，講述咗關於天燈嘅故事，我聽得好有興趣。會後，佢邀請我晚上去睇一個小型嘅地方節慶，但我拒絕咗，因為我聽日就要返日本啦。嗰日下晝，我再次喺飯店周圍散步，呢次我注意到入口處有一個小小嘅台灣黑熊雕像，佢帶住微笑，高舉住熊掌，我不自覺地笑了起嚟。台灣黑熊，呢個我曾忽視嘅台灣象子。嗰年晚上，我坐喺房間裏望住窗外淡水河嘅景色，夕陽西下，血色嘅光芒喺水面上閃爍。我嘆咗口氣，呢個地方與我想象嘅完全不同。佢乾淨、有秩序、安全，而且充滿咗人情味。但我仍然不確定，或許我只係呢段時間運氣好。台灣一定仲有我冇見過嘅陰暗面。我關上燈，懷住一粒紛亂嘅心入睡。我簡直唔敢相信自己嘅眼睛。呢到底發生咗乜嘢？或許我從一開始就錯啦，但真正嘅危機仲喺下一部分等住我。第二天早，我醒來時感覺比我想象中更清爽。套房嘅窗戶迎接住晨光，反射喺緩緩流淌嘅淡水河面上。我睇咗一下時鐘，距離我嘅專機下晝返回日本仲有時間。我決定利用剩下嘅時間，更多地探索台北，以確認我尋日所遇到嘅係暫時嘅幸運，定係真正嘅現實。我換上咗舒適嘅便裝，而唔係皇室嘅服飾，冇話俾隨行人員，獨自一人走出咗飯店。我真係想一個人靜一靜。我搭乘捷運到附近嘅台大醫院，呢個係我尋日喺會議文件上睇到嘅一家著名醫院。我曾聽過呢個名字，但認為佢只係為有錢遊客開設嘅醫院，無法與日本先進精準嘅醫療系統相比。我尋日因為濕熱而有啲頭痛，所以我想去檢查一下，以證明呢度嘅醫療系統確實好似我所相信嘅咁樣不如人意。到達醫院後，我對佢嘅規模感到震驚，高大現代嘅建築就好似東京嘅醫院一樣，但更大。我走進寬敞嘅大廳，接待人員笑臉迎人，能夠話流利嘅英語同日語。歡迎，請問您有預約嗎？我話我係嚟睇普通門診，有點頭痛。佢立刻喺電腦上輸入資訊，俾咗我一張號碼牌，不必等好耐。我坐喺乾淨整潔嘅等候室查，電視正喺播放英文嘅健康紀錄片。不到10分鐘，一位護士叫咗我嘅名，佢帶我到檢查室，用自動化儀器為我量血壓，做初步血液檢查，一切都好快。我喺心裏嘀咕住，無論如何，呢一定比唔上日本使用機器人輔助嘅系統。呢個時，一位女醫生走咗入嚟，佢睇起嚟大約40歲，英語非常清晰。您好，係秋子公主嗎？我係內科醫生，您有頭痛嘅症狀，對嗎？佢詳細詢問咗我嘅病史，然後拿起一個平板電腦，我會用 AI 幫您做初步分析。熒幕上顯示咗從我提供嘅資訊中分析出嚟嘅荷爾蒙水平、血糖水平，甚至係睡眠數據。您係因為炎熱同旅途勞累而感到壓力，但並不嚴重。如果你想嘗試嘅話，我哋有 VR 復健計劃。我驚呆咗，台灣醫院裏有 VR。佢帶我到一個特殊嘅房間，我戴上 VR 眼鏡，睇到自己喺虛擬嘅日本庭園中散步，有風吹過鳥鳴同瀑布聲，一切都非常逼真，讓我忘記自己身在醫院。AI 根據我嘅心率調整咗虛擬環境嘅強度。10分鐘後，我摘下眼鏡，感到難以置信嘅放鬆。呢個比日本嘅一啲醫院仲要先進。我不自覺地低語。醫生笑咗笑，我哋主要投資於科技，以病人為中心，不只係治療，亦包括預防。我帶住藥單同建議離開咗醫院，費用冇我想象中咁貴。更重要嘅係，一切都非常快速，
唔需要長時間等待。我走出醫院，睇住周圍嘅建築，有啲老舊嘅餐廳睇起嚟跟唔上時代。但當我走進醫院時，我仿佛進入咗未來。AI、VR、即時數據分析，一切都超出咗我嘅預期。喺回程嘅路上，我再次搭乘捷運，但今次因為上下班高峰期，列車喺軌道上稍微停頓咗一下。我心裏抱怨，又係交通問題。但車廂內嘅廣播響起咗英語同日語，好抱歉造成不便。下一站，我哋有免費嘅接駁巴士接駁。幾分鐘後，接駁巴士到咗，乘客們有秩序地下車，轉乘巴士，冇人抱怨或推擠。我上咗巴士，空調涼爽，司機笑住話：別擔心，一定會到嘅。我坐喺座位上，心想，我以為佢哋緩慢，冇系統，但事實上，呢個係一種耐心同準備，讓一切順暢運行。嗰日下晝，我前往著名嘅台灣大學，參觀尋日會議邀請我去睇嘅展覽。我以為呢只係開發中國家嘅一所普通大學，但當我到達時，我驚訝咁張大咗嘴巴。校園寬敞，綠樹成蔭，現代建築與古老嘅台灣建築風格融合。我走進工程學院大樓，嗰度有一個關於 AI 同機器人嘅展覽。一位年輕嘅學生走過嚟打招呼：歡迎，你係從日本嚟嘅嗎？我叫小倫，係4年級學生。佢英語流利，而且會講日語。我曾經喺東京交換1年，我好驚訝。佢帶我參觀咗一個利用 AI 學習人類行為，協助老年人嘅機器人項目。我哋喺某些技術上可能不如日本，但我哋喺實際應用於生活方面更勝一籌。例如，呢個機器人可以幫助鄉村裏冇子女陪伴嘅老人。我問咗佢一啲關於演算法嘅難題，佢都能夠回答，唔只係死記硬背，而係有深入嘅分析思考。我睇到其他學生亦喺專心致志地分組工作，眼中充滿咗熱情。我曾以為台灣學生只會死記硬背，缺乏創造力，但呢度嘅學生比我想象中更聰明，更有創意。參觀展覽時，我睇到項目台上擺住一個小小嘅台灣黑熊雕像，佢係團隊嘅標誌。台灣黑熊，強大而善良。小倫解釋道。我笑啦，又是黑熊。我帶住敬佩離開咗大學，但心裏仍有一個缺點。台灣嘅中文聽起嚟又難又複雜，但佢哋話英語同日語嘅流利程度卻勝過我皇室裏嘅某啲朋友，呢個讓我有點為自己感到羞愧。嗰日晚上，我返到飯店準備返程，但心情仍然好複雜。今日我睇到了先進嘅醫療技術同台灣青年超乎我預期嘅才華，一切都係一點一點咁打開我嘅視野，但我仍然不知道真正嘅危機正在前方等住我。我簡直唔敢相信自己嘅眼睛。為點解會咁樣？嗰日晚上，我喺飯店嘅電腦前打開咗更多關於台灣嘅資訊，我搜尋咗關於教育同創新嘅內容，結果讓我驚訝，幾所台灣大學喺科技同醫學領域排名全球領先，台灣研究人員贏得咗好多國際獎項，而且台北嘅新創公司正在快速成長，媲美矽谷。我關上電腦，深深地嘆咗口氣。我曾經以為台灣遠遠落後於日本，但事實上喺某啲方面，佢哋走在了前面。第二日朝早係回程前嘅最後一日，我決定去探索小倫尋日推薦嘅另一個地方——台灣創新園區，台北嘅科技中心。我叫咗一輛計程車前往，一路上交通再次擁堵不堪，我心裏抱怨呢個交通真係太煩人啦。但計程車司機笑啦，呢個係早上高峰期，但好快就會緩解。我放點台灣音樂俾你聽好嗎？佢播放住輕柔嘅中文歌曲，仲同我聊起棒球。我勉強笑了笑，但心裏卻放鬆咗落嚟。我曾抱怨嘅交通擁堵，反而成咗與當地人交流嘅機會。到達台灣創新園區後，我再次驚訝得張大咗嘴巴。佢不只係一棟辦公大樓，而係一個完整嘅生態系統，設有共享辦公空間、新創孵化器同時尚咖啡館，人們來來往往。有啲人抱住筆電，有啲人露天開會。我走進主樓，嗰度有英語同日語嘅歡迎標誌。一位年輕嘅女士走過嚟打招呼：您好，有興趣參觀嗎？免費嘅。佢叫小安，係一位志工導遊。佢英語流利，而且亦會話日語。因為曾經喺大阪留學，呢度有超過200家新創公司，我哋互相幫助，而不只係競爭。佢帶我參觀咗一個實驗室，裏面有機器人同無人機喺飛行。然後佢帶我到一個正在舉行新創路演嘅小型舞台，
一位20出頭嘅年輕企業家正在介紹佢嘅新創公司。呢個係一款利用 AI 幫助農民檢測農作物疾病嘅 App。我哋用無人機拍攝農田 ，AI 分析後立即透過 Line 將結果發送俾農民。佢充滿熱情，目光炯炯有神。評審提出咗難題，佢都能夠回答。呢個唔只係死記硬背，而係真正嘅創新。路演結束後，嗰個年輕人走過嚟向我打招呼：你係從日本嚟嘅嗎？我叫小博，曾喺東京實習過。日本喺精準度方面好病，但我哋台灣擅長適應。佢笑了笑，話佢嘅新創公司亦得到了日本嘅投資。我問佢點解選擇喺呢度創業，而唔係去日本？佢回答：因為呢度機會開放，不必等待資歷或職位，我哋想做就能做。我繼續參觀，有一個專門為兒童設計嘅區域，透過遊戲教導編程，小小嘅孩子們坐喺嗰度玩住可以移動嘅樂高機器人。我睇到有家庭一齊嚟嘅，父母支持住孩子。我想到喺日本，孩子們受到升學考試嘅壓力，但喺呢度，一切都係咁有趣同富有創造力。散步時，小安帶我到一家咖啡館，佢請我飲咗咖啡。呢度所有人都互相幫助，不只係商業，更係一個社群。我飲住咖啡，環顧四周，嚟自不同國家嘅人，日本、中國、印度、歐洲，每個人都喺微笑，互相打招呼。我感到一種莫名嘅溫暖，但接住另一個缺點又出現咗。我睇到大樓嘅一個角落仲喺度施工，塵土飛揚，機器聲隆隆作響。我心想睇仲係唔夠完美，有啲部分係舊嘅，正喺度發展中。但從整體嚟睇，呢個已經唔重要啦，因為呢度人們嘅力量正在推動住一切。嗰日下晝，我聽從小安嘅建議，去咗士林夜市，想睇下真正嘅文化一面。我以為嗰度會混亂而污糟，但到達時，夜市雖然巨大，但被劃分成咗清晰嘅區域，並不混亂。攤販們笑臉迎人，討價還價充滿樂趣。我買咗一啲刻住台灣黑熊嘅木雕紀念品。呢位工匠話，黑熊係台灣嘅象徵，強大但善良。我繼續往前走，睇到好多外國遊客喺購物，但冇人被欺騙。攤販們好誠實，我試住討價還價，佢笑了笑，俾我打咗折扣，冇嬲氣。我買咗台灣手工肥皂，帶回皇室。嗰日晚上，我搭乘桃園機場捷運前往機場，準備搭機回國。一路上，我望向窗外，睇住燈火通明嘅台北夜景。我嘅心裏充滿咗各種畫面，先進嘅醫療技術，有創意嘅新創公司，聰明嘅學生，以及溫暖嘅人情味。但我心裏仍然有一個疑問，我從小就患有哮喘，如果喺呢度發作咗會點樣？我曾認為台灣嘅系統冇準備好，但睇咗醫院之後，或許並非如此。我嘅專機已經喺等候啦。我上咗飛機，坐喺豪華嘅座位上。隨行人員問：玩得開心嗎？我笑了笑，比我想象中要開心得多。飛機起飛咗，我向下望去，台灣嘅土地漸漸變小。我唔知道呢個唔係告別，而係一系列更為驚心動魄嘅驚奇嘅開始。我簡直唔敢相信自己嘅眼睛。但接住難以置信嘅事情真嘅發生啦！專機從桃園起飛，我坐住望向窗外，台北嘅燈火漸漸消失喺黑暗中。我嘅心裏仍然充滿咗過去2日嘅畫面。用 AI 瞬間診斷疾病嘅醫院，20幾歲嘅年輕人，與專業 CEO 並駕齊驅嘅新創公司，講日語比我仲流利嘅學生，一切都喺一點一點地侵蝕住我嘅偏見。但我仍然堅持住我嘅懷疑。台灣可能喺某啲方面好好，但喺重要嘅問題，例如健康方面呢，我從小就患有哮喘。如果突然發作咗，佢哋嘅系統肯定不如日本準備得充分。飛行途中，我感到胸口有啲悶，飛機上嘅空氣太乾燥啦。我飲咗水，試圖放鬆，但嗰種感覺漸漸加劇，呼吸困難，胸口緊繃。我按下咗服務鈴，空服員立刻過嚟，請問您點啦？我低聲話。哮喘發作啦，佢臉色蒼白，但保持鎮定。請等一下，我哋有輔助設備，但飛機正喺海上飛行，必須喺最近嘅機場緊急降落。機長立刻廣播，由於有乘客出現緊急情況，我哋將喺桃園國際機場緊急降落，需要45分鐘。我驚呆咗，我哋又要返到台灣啦。我嘅隨行人員趕緊攞嚟了我嘅吸入器，但我知道呢個唔夠，我喘住氣，心臟狂跳，視線模糊。我心想，就係而家，台
台灣將證明自己。如果系統不好，我可能活不落嚟。飛機平穩咁降落咗，機門打開，一輛救護車同一支醫療團隊已經喺等候。我被抬上咗擔架，一位穿住制服嘅醫護人員戴住口罩，用英語話：我哋已經從系統中得知您嘅病史，您患有哮喘，對某些藥物過敏，對嗎？我點了點頭。佢哋立刻為我注射咗藥物，並提供咗氧氣，冇重複詢問，一切都快得好似演習一樣。救護車飛快地駛向我尋日去過嘅台大醫院，警笛聲響起，但交通卻全部讓開咗。我躺喺車內，望住天花板，汗水浸濕咗全身。但車內嘅醫療團隊使用平板電腦連接即時數據，酷熱水平下降，加速供氧。佢哋團隊合作，冇驚慌。到達醫院，急症室已經準備就緒，同尋日那位女醫生立刻跑咗過嚟。秋子公主，我哋系統中已經有您嘅資料 ，AI 正在分析。佢立即注射咗一種根據我琴日檢測嘅血液數據調整過嘅特殊支氣管擴張劑，熒幕上顯示咗我嘅肺部 3D 即時圖像。發作係因為壓力同乾燥空氣。我哋將使用一種結合台灣草藥嘅奈米噴霧 Nebulizer， 可以快速減少炎症。10分鐘後，我嘅呼吸變得順暢。AI 立即推薦咗復健計劃，聽日你就能正常走路啦。醫生話，我瞓喺私人嘅 ICU 病房裏。乾淨現代，有窗戶可以望向河景。護士們每小時輪流入嚟查看，溫暖地安慰我，別擔心，我哋會好好照顧您嘅。嗰日晚上，我躺住思考，我曾抱怨台灣嘅系統緩慢，冇準備，但今晚一切都比日本仲要快。數據喺整個系統中互聯互通，幾分鐘內嘅緊急響應。更重要嘅係嗰種讓我不再感到孤單嘅人情味。第二日，我嘅康復速度快得令人難以置信。醫生帶住平板電腦過嚟，睇，你嘅肺部曲線已經正常啦。我哋通過 DNA 分析，確認您對呢種配方反應良好。佢詳細地解釋住。我問，為點解會咁快？佢笑咗。我哋使用咗嚟自數百萬病患嘅大數據 Big Data，AI 每日都喺學習，而且我哋嘅團隊經過咗針對外國人緊急情況嘅訓練。我起身可以走路啦。隨行人員趕到，面色蒼白。公主，我哋立刻回日本吧。我搖咗搖頭，不，我想再待一陣，多了解一啲。我走出醫院，向醫療團隊道謝，佢哋鞠躬，冇收小費。喺回飯店嘅路上，我睇到一個牌子 Taiwan Medical Hub， 我笑啦。我曾以為佢哋落後，但喺事關生命嘅問題上，佢哋走在了前面。但緊張情緒尚未結束，危機嘅種子已經埋下。我嘅疾病發作係因為壓力，但真正嘅壓力即將到來。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嘅眼睛，有啲更大嘅事情即將發生。我返到飯店，心情仍然複雜，胸口仍然有啲悶，但不再係哮喘造成嘅。呢個係一種海嘯般嘅絕望感。我坐喺沙發上，雙手顫抖。我嘅隨行人員企喺一旁，面上充滿擔憂。公主，我哋回日本吧。皇室正在等報告。我搖咗搖頭，不，我仲未準備好。但我心知肚明，我係欺騙自己。離開醫院後，我決定再次獨自散步，清理思緒。我搭乘捷運前往小安曾推薦嘅夜市寧夏夜市。我想呢會幫助我放鬆。我披上薄外套，喺日落時分走出車站，人群開始擁擠，食物嘅香味四溢，商店裏傳嚟音樂聲。我一直往前走，試圖忘記胸口嘅悶痛，但接住哮喘再次發作，比上次更嚴重，胸口緊繃，無法呼吸。我停落嚟，從包裏面攞出吸入器，但佢掉到咗地上。我彎腰去執，但世界開始旋轉。我倒在咗夜市中央，周圍嘅人都好驚訝。邊個是佢？有人大喊。我試圖講話，但聲音微弱，混亂，人群擠壓住我。我躺喺地上，喘住粗氣，視線模糊。我心想，完啦！喺咁樣混亂嘅夜市裏，邊個會幫我？我早上讚揚嘅急救系統不可能及時趕到。我感到極度絕望，眼淚流咗落嚟。我係公主，為點解要死喺呢度？但接住難以置信嘅事情發生咗。一個賣食物嘅攤販睇到咗我，佢大喊，快叫119緊急救護。佢彎下腰扶起我，並俾咗我佢隨身攜帶嘅吸入器。佢解釋話，佢嘅仔亦有哮喘，周圍嘅人冇擠過嚟，
而係互相幫忙，讓開咗一條路。一個年輕嘅女孩撥打咗電話，寧夏夜市前塔樓哮喘嚴重發作嘅病人。佢講得好清楚，並立即發送咗 GPS 定位。不到4分鐘，救護車就到啦。警笛聲響起，醫療團隊跳下車，帶住齊全嘅設備。我哋有台大醫院系統嘅記錄，數據都連通咗。隊長話，佢哋立即為我注射咗藥物，提供咗氧氣，並使用 AED 檢查我嘅心臟，一切都非常專業。我嘅呼吸變得順暢，但身體仍然虛弱。我以為混亂嘅夜市變成咗一個救援網絡，攤販關咗店，幫忙抬擔架，商販們幫忙把我抬上車，觀光警察控制咗人群，讓開，冇人拍照，冇人圍觀，每個人都好似對待家人一樣幫助我。救護車穿過擁堵嘅交通，透過自動綠燈系統衝向醫院。喺車內，醫療團隊使用平板電腦 AI 建議根據你嘅 DNA 使用特殊藥物，立刻注射。即使我仲喺度喘氣，佢哋仍向我解釋，別害怕，我哋每個月都進行呢種情況嘅演習。我淚流滿面，唔係因為疼痛，而係因為感動。到達醫院，急症室再次為我開放，仲係嗰位醫生跑咗過嚟。秋子公主，我哋透過你手機裏嘅 GPS 追蹤到啦你。佢立即命令團隊使用一種混合咗草藥同類固醇嘅奈米噴霧，並根據即時圖表進行調整。大螢幕上顯示住我嘅肺部 3D 圖像，炎症喺我嘅眼前消退。20分鐘內，我嘅呼吸恢復咗正常。我再次瞓喺 ICU 病房裏邊，但呢次我唔再害怕。護士們輪流入嚟安慰我，你好堅強，度過咗呢次危機。我問，點解會咁快？佢回答，台灣嘅 EMCO 系統連接咗醫院、機場、警察，甚至係民眾手機裏嘅 App。AI 可以預測並提前派出團隊。我哋拯救咗無數好似你一樣嘅生命。嗰日晚上，我嘅隨行人員趕到，面色蒼白。公主，皇室命令你立刻返去，但我搖了搖頭，話我好安全，而且我需要學習更多。我望向窗外，睇到醫院花園裏嘅台灣黑熊雕像，佢高舉住熊掌，仿佛喺俾我力量。我曾經所有嘅缺點，擁堵嘅交通、夜市嘅喧囂、炎熱嘅天氣、難懂嘅語言都消失咗。快速嘅生命救援系統，陌生人嘅人情味，超越我嘅技術。呢個讓我睇到所有嘅缺點都唔重要。我喺房間裏邊獨自喊咗出嚟，咁係羞愧嘅眼淚。我太傲慢啦。台灣並非不如人，但喺生命同人性方面，佢哋比我所認識嘅任何國家都更偉大。但接住難以置信嘅事情又發生咗，門開咗，醫生帶住平板電腦走咗入嚟。秋子公主，有個好消息。我哋已經對你嘅 DNA 進行咗全面分析，你嘅基因對台灣傳統同現代相結合嘅療法反應良好。如果你再多留一日，我哋有90%嘅機會能夠讓你完全痊癒。我驚訝地張大咗嘴巴，我以為會殺死我嘅危機，竟然變成咗一個治癒嘅機會。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嘅眼睛。我平靜地躺喺病床上，望住天花板，胸口緊繃嘅感覺已經消失咗，呼吸順暢，仿佛從未發作過。醫療團隊每小時都會嚟查看我一次。一位護士笑了笑，喺床邊放咗一杯蜂蜜檸檬水，飲吧，佢有助於排毒同放鬆肺部。佢講嘅聲音好溫柔，似我嘅姐姐。我飲咗一口，立刻感到清爽。我嘅主治醫生走咗入嚟，帶住顯示我肺部健康圖表嘅平板電腦，圖表係鮮綠色嘅。恭喜，你嘅康復速度比 AI 預測嘅仲要快。90%嘅炎症已經消失咗。佢坐喺床邊，認真咁睇住我。你琴晚能夠度過危機，係因為我哋嘅系統，但更重要嘅係你自己嘅心。你冇過度驚慌，呢樣藥物更好地發揮咗作用。我嘅眼睛濕潤咗，我以為我會死喺夜市裏，我好害怕，我聲音震抖住。醫生笑了笑，輕輕握住我嘅手。喺呢度，冇人會孤獨地死去。你以為混亂嘅夜市，其實係個生命網絡。台灣人總係互相幫助，唔係因為職責，而係因為人情味。佢停頓咗一下，你知道嗎？我哋嘅 EMCO 系統連接咗醫院、機場、警察，甚至係民眾手機裏嘅 App。當你跌倒嘅時候，周圍人嘅 App 會自動發出信號。我哋喺4分鐘內就趕到啦。我愣住啦，夜市嘅畫面閃過我嘅腦海，嗰個俾我吸入氣嘅攤販、讓路嘅商販、
控制人群嘅警察。每個人都唔知道我係公主，卻好似家人一樣幫助我。我曾抱怨佢哋嘅混亂，但喺嗰個夜晚，混亂變成咗力量。非常感謝你哋。我震抖住話，醫生點了點頭，不用謝，呢個係我哋每日都喺度做嘅事情。佢企起身，聽日你就可以出院啦。但如果你想留下嚟學習更多，我哋有結合台式瑜伽同草藥嘅復健計劃，你將有100%嘅機會完全康復。我嘅隨行人員企喺門外，當我話俾佢嘅時候，佢面色蒼白。公主，皇室命令你立刻回去，有一個重要嘅會議。我搖咗搖頭，話我好安全，而且我需要再留下嚟學習一下。佢驚訝，但點咗點頭。嗰日下午，我從 ICU 病房走出嚟，走向醫院嘅花園。我嘅腿仍然有啲虛弱，但我嘅心好堅強。我坐喺一棵大樹下，望住呢尊高舉熊掌嘅台灣黑熊雕像，我笑啦，眼淚流咗落嚟。我為自己感到羞愧。我帶住充滿偏見嘅心嚟到呢度，認為台灣不如人，混亂、緩慢、不可靠。但每一次我嘅抱怨都被超越我想象嘅現實所推翻。我拿起手機，打電話俾喺日本嘅母親。媽媽，我錯啦，我太傲慢啦。我喊住講述咗呢一切。母親沉默咗一陣。孩子，你遇到老師啦。我點咗點頭，即使佢睇唔到。係嘅，台灣係我哋必須學習嘅老師。我掛咗電話，走回房間。我嘅心覺醒啦，我唔再係嗰個傲慢嘅公主，而係一個從呢片土地上得到人生教訓嘅人類。但我嘅覺醒先至剛開始，我必須讓全世界知道，我簡直唔敢相信自己嘅眼睛，但而家我相信啦。第二日早上，我醒嚟時，感到咗呢世最輕鬆嘅感覺，肺部舒暢，仿佛從未生病過。我從床上起嚟，走到窗邊，望向喺晨光中緩緩流淌嘅淡水河。我深吸咗一口氣，笑了。今日係出院嘅日子，但我嘅心不想離開，我想留喺呢度學習更多。主治醫生走咗入嚟，帶住平板電腦。恭喜，你已經完全康復啦，肺部圖表完美。佢遞俾我一份文件，呢個係報告。我哋已經對你嘅 DNA 進行咗全面分析，造成哮喘發作嘅基因，我哋已經用台灣草藥同基因療法嘅配方治癒咗。如果你照顧好自己，就唔會再發作啦。我驚訝地張大咗嘴巴。台灣嘅基因療法，佢笑咗。係的，我哋喺亞洲好多國家中處於領先地位。我哋投資於人才同技術，為咗生命，而唔係為咗名聲。我情不自禁地擁抱了佢，向佢道謝。你救了我嘅命。佢輕輕地笑了。不只係我，仲有整個團隊以及夜市裏嘅人情味。我淚流滿面。我曾以為佢哋緩慢冇系統，但事實上梗係發自內心嘅精準。我收拾好東西，準備出院。隨行人員在等我，但我話俾佢，我要多留一日。感謝每一個人。佢點咗點頭。我走進醫院嘅小型會議室，醫療團隊聚集喺嗰度。我企喺前面，聲音堅定。我叫秋子，嚟自日本皇室。我帶住傲慢嚟到呢度，認為台灣不如人，但你哋向我證明我錯咗。房間裏一片寂靜，我停頓咗一下，眼淚流咗落嚟。台灣係我哋必須學習嘅老師。我哋太傲慢啦，醫療系統、人情味、拯救生命嘅技術都超越咗我曾經喺日本見過嘅好多倍。醫療團隊鼓掌，一位醫生話：謝謝你，但我哋仍在發展，我哋並唔完美。我笑啦，係的，台灣可能唔係每方面都完美，例如偶爾擁堵嘅交通、濕熱嘅空氣，但喺最重要嘅方面，人情味、智慧同生命救援系統，你哋領先我哋太多啦。每個人都笑啦。我以台灣嘅方式深深鞠躬，多謝你哋。嗰日下午，我嚟到我琴晚跌倒嘅夜市，感謝我啲幫助我嘅人。我走到嗰個賣食物嘅攤販面前，佢立刻認出咗我。你好多啦嗎？我深深地向佢鞠躬。多謝您救了我嘅命。佢害羞地笑啦，冇關係，我哋台灣人總係互相幫助。旁邊嘅攤販遞俾我一個水果，食吧，免費嘅。我嘅眼淚再次流咗落嚟。我繼續往前走，睇到孩子們喺度玩耍。我攞出尋日買嘅台灣黑熊雕像，遞俾其中一個孩子。台灣黑熊，強大而善良。小男孩笑啦。我心想，黑熊係貫穿我整個旅程嘅像子，從跌倒嘅嗰一刻到痊癒嘅嗰一刻，佢係台灣強大而仁慈。嗰日晚上，我與我第一日遇到嘅學生小倫坐喺河邊，
佢應約嚟接我。你改變咗好多。佢話。我笑啦，係的，我曾輕視你嘅國家，但而家我愛上咗呢度。我把一切都告訴咗佢。佢聽完後話，我哋並不完美，我哋有好多問題，但人情味係我哋嘅力量。我點咗點頭。我會讓全世界知道，日本皇室必須向台灣學習。我攞出手機，拍了一段簡短嘅影片，發送俾皇室。台灣不僅係鄰居，更係榜樣。嗰日晚上，我坐喺飯店房間裏寫信俾天皇。台灣教我睇到，偉大不在於完美，而在於人情味同努力。我哋必須謙卑地學習。我關上燈，懷住一粒平靜嘅心睡去。我覺醒啦，台灣係真正嘅奇蹟。我第一日唔敢相信自己嘅眼睛，但而家我相信了一切。喺台北嘅最後一天，我一大早就醒來啦。天空仍然灰蒙蒙嘅，但透住一絲粉紅色嘅光芒。我穿上普通衫，唔係皇室服飾，獨自一人走出飯店。我想喺離開前，最後一次感受呢片土地。我上咗一架機車計程車，司機笑啦，要去邊度，小姐？我回答桃園機場，但可以先去台北孔廟嗎？佢點了點頭，當然可以，我帶你走一條捷徑。一路上，我哋經過咗曾經擁堵嘅街道，但此刻好暢通。我望向窗外，睇到台灣人一大早就喺河邊鍛煉身體，互相賣早餐，咖啡同青竹嘅香味撲鼻而嚟。司機同我聊天，你係從日本嚟嘅嗎？喜歡台灣嗎？我笑啦，非常喜歡，呢度改變咗我嘅生命。佢笑啦，歡迎再嚟。到達台北孔廟，我走進咗庭院，我除低鞋子，赤腳走喺冰冷嘅石板地上。我望住宏偉肅穆嘅廟宇，感到平靜。我跪低嚟，深深鞠躬，多謝你讓我學習。眼淚流咗落嚟。我睇到一尊台灣黑熊嘅雕像守護住廟宇，佢高舉住熊掌，仿佛係祝福我。我笑啦，黑熊一直跟隨住我，從我第一次跌倒到我完全康復。佢係改變嘅像子，從傲慢到謙卑，從恐懼到愛。我走出孔廟，繼續搭乘機車前往機場。一路上，我睇到一個牌子，最美風景係人。我喺心裏笑啦，係的，陌生人、醫生、夜市裏面嘅孩子們嘅溫暖笑容，先至係真正嘅力量。到達桃園國際機場，我走進出境大廳，佢仍然寬敞、乾淨、有秩序，就好似我嚟嘅第一日一樣。但而家，我以不同嘅眼光看待佢。我睇到工作人員笑容滿面地迎接遊客，不分國籍地提供幫助。我喺登機櫃台前停咗落嚟，第一日接待我嘅禮賓隊隊長企喺嗰度，佢認出咗我，歡迎返嚟。哦，你要返去啦嗎？我笑啦，係嘅，但我一定會再返嚟嘅。佢遞俾我一份小禮物，一串玉蘭花，呢個係機場送俾你嘅禮物，佢嘅香味能讓人放鬆。我含住淚接過佢，多謝，呢個係我收到嘅最後一份人情味。佢鞠躬，冇講再見，而係話下次見。我走向登機門，我嘅專機喺等候，隨行人員企喺嗰度。我轉過身，最後一次望向機場。我睇到咗台灣家庭喺擁抱告別，我睇到咗外國遊客微笑住拍照，我睇到咗系統請時鐘一樣運轉，但充滿咗人心。我上咗飛機，坐在座位上，我拿起玉蘭花聞咗聞，溫柔嘅香味讓我嘅心平靜落嚟。飛機起飛咗，我向下望去，台灣嘅土地漸漸變洗，即使係清晨，台北依然燈火通明。我嘆咗一口氣，唔係遺憾，而係一種滿足感。我攞出筆記本，寫信俾皇室。台灣不是一個完美嘅國家，佢有交通擁堵、炎熱嘅天氣，一啲小問題，但喺最值得讚揚嘅地方，人情味、智慧同生命救援系統，佢哋比我哋偉大，我哋必須謙卑地向佢哋學習。飛機穿過雲層，我望住從夜市買嚟嘅台灣黑熊雕像，佢喺我嘅手中笑住，我笑啦。黑熊係貫穿我整個旅程嘅主題，從我跌倒嘅嗰一日到我堅強站立嘅今日，佢係台灣強大而仁慈。當飛機降落喺東京時，我走咗出嚟，媒體等在嗰度，我笑了笑，對住麥克風說，我去台灣參加會議，但返嚟時卻帶返咗人生嘅一課。台灣係我哋必須學習嘅奇蹟。呢條新聞傳遍咗日本同全世界。皇室召開咗一次特別會議，向台灣學習。我成咗連接呢兩個國家嘅橋樑。我知道我會再返到台灣，唔係以公主嘅身份，而係以一個謙卑嘅學生。台灣唔係一個完美嘅國家，
但佢係一個喺最值得讚揚嘅地方都好偉大嘅國家。我第一日不敢相信自己嘅眼睛，但依家我相信咗一切。呢個係一個持久友誼嘅開始。